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14集。我是小张，感谢你过来甲小张捧场啊！这集咱要来讨论两个主题，拢甲事情有关系。第一个主题，咱要来讨论闽南语的事情安怎讲、安怎写。代志这两字，咱常常在讲。但是咱拢袂晓写，网络顶悬有真侪种的版本，小张嘛有家己的讲法。会晓写代志也无够。第二个主题，咱要来讨论地带安怎写。甲你啥物地带？这就是正港的台湾开口。但是地带这两字，咱拢袂晓写。今日嘛要来讨论。小张的讲法真简单，我就是甲文献找出来，正字就写伫内底，你家己看。来，咱来看这个人安怎讲。伊讲事情伫咱台湾闽南语，就爱讲代志。代志这两字就爱安尼写哦。啥物理由？因为伊讲这个字文音读作事，白话音读作代。伫这个所在有一个问题，一定爱请教。敢有啥物文献，也是有啥物根据？若无的话，就是在黑白乱讲嘛，是毋是安尼？这个字伫康熙字典内底会使找会到的，上少就有3个音，会使读作事，会使读作事，嘛会使读作字。敢有啥物文音白音之分？无啦。但是咱民间拢甲这个字读作事，所以这个音上有资格。叫做白话音。小张今日要讲的，甲以前同款，拢有根据，拢有文献。今日的节目真精彩，继续甲看落。会来做这集的内容，完全会使讲是意料之外。安怎讲？一开始我要查的是这个字，工业、事业的业。但是伫过程当中，我所去发现别个字的秘密。会使讲是有意在花，花不发；无心插柳，柳成荫。咱先来看这个字的说文解字安怎讲。大板也，这个板通樟木的板。这句话原来有文章，后摆有用，咱会过来讲这句话。咱继续来看易经的这句话：富有之谓大业，又事业。写甲真清楚。大业就是事业，所以大甲事两字是同意思的字。即马一定有人会讲，大甲事两字同意思，是易经内底的同意思。咱的生活当中也无即款的讲法啦。好，小张来讲一句俗语，大家一定拢捌听过：一人一家大，公马随人败。这个所在的大，就是事。安尼有够无？无够。好，咱过来讲一个例。小学的时阵，阮老母拄开始学做股票。有当时阮老爸要讲一寡意见，拢会去互阮老母甲学。点点，无你的代，吼，足歹的。这字代就是事，代甲事一字一音，两字同意思。易经互你考。这字事伫文献内底，敢也阁有啥物宝贝？敢也阁有共意思的字？咱拢甲学出来，做一摆，甲讲互清楚。咱即马来看这字事的字形演变，别个步数我嘛袂晓，我敢若知影讲，咱若要了解字的本意，上好的办法，就是爱为甲骨文、甲经文内底去找。咱即马来看这字事的甲骨文，这个字甲另外一个字的甲骨文有99%的相像。这个字就是历史的史。各位会使看出来，伫史的甲骨文上顶悬这个部分有笔车，伫历史的史并无这个笔车。咱用这字历史的史来做解说，上下骹这部分是一支手，中这个部分是一个口，
长长的这支就是树枝。咱翻头转来看这字书的甲骨文，伫顶头这个部分有一个笔册，这个笔册就代表当地生机、当地发芽。来甲经文的时阵，嘛共款有画这个符号，画了搁较清楚。这个符号会使读作铁，嘛会使读作草。说文解字内底的解说：草木初生也。伫树枝的上顶悬，得生机发芽，代表什么意思？这就代表有新的代志当地发生。咱用口水，也是用手写来甲记录起来，这就是诗的本意。当地发生的代志，国语讲时事，咱台语就讲时事。咱即马来看这字书的经文，咱大家看甲真清楚。伫上顶悬这个部分，全部拢有草。继续，咱来看历史的史的经文，大家嘛看甲真详细。伫上顶悬这个部分，拢总无草。两字比对，咱就会使看甲真清楚。顶悬这字诗，拢有继续得生机发芽，代表有新的代志当地发生。下骹这字诗已经停止啊。拢无代志在发生啊！顶头这字书代表生，下骹这字死就代表死。这字死的文音读作死，历史的史是毋是取这个字的音甲读作死，也是讲无巧不成书？这个部分我无法度确定。咱话讲倒转来，代志已经拢过啊，人嘛拢死了了啊，咱用口水。用手写的方式甲记录起来，这就是历史的史的本意。这字书顶悬的这字草，咱爱讲搁较详细咧。说文解字，咱拄则敢若讲第一句，草木初生也。第二句，像滚出行，有机精也。这字的白话音读作机，文音就读作之。咱拄则甲这字字的文音甲找出来，就是因为咱等下会去用到。即马先按下不表，咱翻头转来看这字书。说文解字内底讲，一夜将死之生声。看到这字字，感觉真奇怪。搁来看一摆经文，内底哪有字？无啊，哪有字？啊，有啦，有字啦。但是，毋是即个字，字就爱用咱拄则找到的迄字，所以即句话就爱定写，写作将死之生声。那安尼是毋是拢通啊？咱即马就用死甲之来测音，死之诗读作第一条。借即个机会讲一个知识，伫台语内底，诗甲诗不分，所以咱的注音嘛会使甲写作诗。真可惜，虽然音正确，但是声调毋对。咱拢知影即个字无应该读作第一调，即个字的文音应该读作四，第三调才对。伫即个所在爱特别说明。咱即马来看卖，用中国韵册测出来音有较准啊无？伫集韵甲韵会内底讲。这个字就爱用书、理、测，测出来音就是四。这个音甲表示的是同款，大决正，小决是。不管是正也好，是也罢，拢同款，拢是当地进行、当地发生的代志。第二个音伫动韵内底爱用左。理、测、左、理、字，读作第三条。这个所在，共款要来讲一个知识。伫台语内底，之甲字不分，所以咱嘛会使甲写作安尼，共款读作字。伫这两个测音内底，拢共款。红色的部分是声母，蓝色的部分是韵母，写甲真清楚。这个字。
咱已经讲甲真清楚啊。白话音读作书，文音一个读作是，另外一个读作字。咱翻头转来看即句上要紧的话，一开始捌讲过，大业就是事业，大甲事两字是同意思的字，敢也佫有别字是同意思的，咱甲看落。伫礼记内底有即句话：年长以辈，则父四之，又盈也，低也。这安怎解说？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拄着年岁大你一辈的人，你着用对老爸的态度甲伊相处，甲风态。即字盈，咱无用着，先按下，直接来讲即字治，治疗的治。即马三字总教，今日上要紧的部分、上精彩的部分，才拄开始。大、甲治、甲治三字拢同意思，代表即三字会使用作同义连词。为着方便解说，我甲台语的变调规则甲写伫顶悬，别项拢莫管，敢若会记哩。第7条爱转第3条，上尾仔字维持本调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咱先来看第一个同义连词，大甲治。即字大是第7条，所以转第3条，甲读作大治。第二个同义连词，治甲大，即字治同款是第7条，转第3条了后，甲读作治大。咱即马来讲一句逐工在讲的普通话，干你什么事？若用普通的台语安怎讲？咱就会使讲。甲你什么代志？是毋是安尼？若是用正港的台湾开口，应该安怎讲？咱就爱讲甲你什么地带？若安尼讲话，台湾气味就拢走出来啊！即马来讲结论。第一，咱对即句话开始讲起，大业就是事业，所以大甲事就是同义词的字。针对即字业。伫公文内底有7个字，拢是同义词的字。事甲大是上头前即2字，后壁佫有5个字。若有兴趣，会使家己去研究。无你的大，就是无你的事。第二，即字事有2个文音，会使读作是，嘛会使读作字。伫礼记内底有即句话。咱拄则已经讲甲真清楚啊，重点是即个字，嘛是同义词的字，所以大、甲治、甲治3个字拢同义词，会使做同义连词来使用。大治甲治大就是安尼来的，甲你什么代志，甲你什么治大，这就是正港的台湾开口。第三，咱嘛有讲到即2字。事甲事的经文会使讲是99%相像。伫事的上顶悬有得生机，有得发芽，代表有新的代志当得发生。2字拢同款，拢是用口说、用手写的方式得记录代志。当得发生的代志就是事，过去的代志就是事。好，今日我就讲到这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